后来乡亲继续来看前总统陈水扁同意列入到一边一国行动党不分区的名单。问题是陈水扁有刑期在身，阁保外就医，安尼敢符合到立委候选人的资格呢？中选会代理主委单条健讲，等收到登记申请了后，会依法来审定。那审定的这个标准，就是依照选罢法26条的一个规定来办理。例如，不论这一个罪责为何，那只要判处有期徒刑，刑尚未执行完毕，那尚未执行，这个是依法不能够登记为候选人的。那具体的个案，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我们会等收到之后再来依法处理、依法审定。单条健讲，贪污罪经过判刑确定者，依照这个选罢法，袂当登记为候选人。另外，陈水扁讲，伊虽然同意互列入到不分区，但是同意权利的蔡总统，正明显是甲问题结合蔡总统。也毋过选罢法的规定，立委候选人的资格，中选会则是有最后的审定权。